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1月1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6篇，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18到21节，哥罗西书第2章6到15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以基督为中心。在信仰基督徒信仰的追求的这件事情上面，现代人遇到最严重的问题、最麻烦的问题，其实是自我中心。这样的将眼目只放在自己以及自己所追求的利益，反倒变成一种目中无人或是目中没有上帝的情况。事实上也不止现代人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出卖耶稣的犹大，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他的眼目当中只有在意他的职务跟所喜欢的金钱，他完全看不见基督。即便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提醒他好几次，他仍然以这个出卖耶稣基督为赚取钱财的手段。过去我们也看到许多在政治上，我们说公共建设上面，每当公共建设完工的时候，这个建筑物都会加上一个石头刻的牌匾，然后就会加上某某人的题字。他们的目的是要表示这个当政者的功绩这样的做法基本上是将公共建设的焦点完完全全的模糊了。公共建设的目的是受选为当政者，那因为他执行所被赋予的工作职责而完成，然后对市民对国民有益的一个建筑，应该是在呈现他忠于所托，而不是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很可惜的，这种揽功的文化一直都存在了基督徒的生命其实也应该如此，我们不把功劳揽在自身，因为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要以基督为中心，归荣耀给上帝。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像为基督而做的，这是圣经非常明白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知道撒母耳的母亲，她长久无法生育，她因为这样子而到圣殿去祈求上帝的怜悯跟恩典。她在伤心难过的祷告当中，被误认为她是一位醉酒的女人。那好不容易她得到上帝的应许，得到了一个儿子撒母耳，但她却是将眼目放在上帝，她没有把眼目放在这个得到的祝福，她以上帝为她生命的中心。在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22节，这个哈拿对她的先生说了这样的话，他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这是当哈拿的先生跟家人要去圣殿敬拜的时候，他所说的那一句话。他的态度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把眼目放在好不容易得到的儿子身上，他们紧紧地抓住上帝的祝福，然后当成自己口袋里面的财宝。
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的生命以上帝为中心，愿意将好不容易得到的孩子、财宝献给上帝。这正是我们基督徒最需要学习的态度，以基督为中心，以上帝为我们生命的焦点。我们昨天用离开，我们放手来作为我们的功课分享。我们需要学习的是这种，就是所得到的一切的恩福，我们都要清楚的知道，这是上帝所赐予的，也都属于上帝的。每一天所得到的恩典，每一份所收到的祝福，都是上帝加添在给我们这个的生命里面的恩福。除了我们必须要抱持着感恩的心以外，更要懂得将所得的献上归回给上帝。因为上帝要给我们什么更大的恩典，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要诚心实意的献给上帝，这样才是基督徒的真生命。保罗给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劝勉当中，他这样提到，他说：你们既然接受基督耶稣为主，你们的行为就必须以他为中心，在他的里面长根、生长、建立信心。你们就是这样受教的，你们也要充满着感恩的心。这是哥罗西书第2章第6节到第7节。接续着，保罗还特别提醒这一些基督徒，你们要谨慎，不要被虚妄的哲学迷住了，因为那种学说是人所传授的，是根据宇宙间所谓的心术之灵，而不是根据基督。保罗又进一步说明，因为上帝完整的神性具体的在基督里，而你们跟基督连结，也得到了丰盛的生命。他是元首，超越了一切灵界的执政者和掌权者。你们已经在基督的生命里受到了割礼，这割礼不是人为的，而是他使你们摆脱肉身罪性的割礼。因为你们所受洗礼的时候，就是跟基督一同埋葬，同时也借着那使他复活的上帝的作为，跟他一起同复活了。接续的，我们要用诗篇第16篇一起来阅读，然后一起祷告。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投靠你。我对上主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上主忠诚的子民多么高贵啊！跟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喜乐。追随其神明的人招惹无穷的祸患，我绝不参与他们的祭祀，也不祭拜他们的神明。上主啊，你是我一切福分的源头，你掌握我的生命，你的赏赐多么佳美，你给我的地业多么令人喜爱。我颂赞上主，因为他指导我，夜间我的良知唤醒我。我时时体会到上主在我面前，他在我身边，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稳自在，因为你不会让我下阴间，也不会容许你忠贞的仆人见冥府。你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在你面前满有喜乐，在你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但愿上帝帮助我们将眼目专注于你，让我们能够不自私，不过分的自我中心，也不会自以为意，乐意放手献给上帝，使人因着我们蒙福。求主帮助我们，阿们。